各位莲友们，今天师父要讲一个公案，这是史蒂芬森教授研究泰国的一个案例。这个案例呢，跟借尸还魂很类似。那么这个案主呢，是一位法师，他的名字叫做超空和尚。超空和尚从小就能够记起自己的前世。他是谁呢？原来他前世就是他这一生的舅舅转世而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是他死了以后投胎到他这个家里做他妹妹的儿子，所以他是舅舅转世而来的。他的舅舅叫做奈林，奈林在家里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很喜欢到寺院里面喜欢打坐，很喜欢学佛这些方法，而且几度想要出家。这个舅舅后来因为染了一场大病嘛，快要死了，在临终的时候呢，他就听自己家人说他妹妹怀孕了，快生产了。奈林跟他妹妹之间的感情很好，后来又听到妹妹的小孩已经出生了，生了一个小婴儿。这个小婴儿出世那一天，他就很想去看一看妹妹刚刚生下的这个小婴儿。正在想着的时候，突然间他叹了一口气，就一命呜呼哀哉啊！当他断气以后，他发现自己很有能量，很轻松，他能够到处跑，看到很多的亲人正围在他身边，还在哭泣呢。他就跟亲人们讲说：“你们不要哭，我现在好得很啊。”结果每个亲人呢，好像都听不见他在说话，也没有看到他，他就拽一拽这个人的手，拖一拖那个人的胳膊，每个亲人好像都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，他就觉得非常沮丧，怎么这些亲人都不理我了呢？后来看到自己的身体在病床上面，亲人哭泣完了之后，就把这个身体抬起来送到火葬场，火化以后，他觉得自己真的失去了自己的身体了，非常无可奈何啊！突然想到他的妹妹刚刚生了一个小孩，他应该要去看看所以当他思想一动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妹妹的房间里头了。所以这个灵魂孔子叫游魂，在佛教里面呢称为中阴身，就是人断气了以后他的灵体离开了他的身体。这个灵体能量很大，它能够在不同的空间当中很迅速的飘动，所以孔子把它称为游魂，是很有道理的。老是在那边游游荡荡的，这个游魂他想到哪里，马上就发现自己已经到那个地方了。当他到了自己妹妹房间的时候，看到自己妹妹生的这个小孩，脸蛋很可爱，他很喜欢，看着，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陀螺一样被旋转起来了。不一会儿呢，他就不省人事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当他苏醒以后呢，他就看到很多的亲人正围着他笑他看到这些亲人，很想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他想告诉大家，我现在没什么事你们放心。结果呢，刚一出声音，发现自己的声音怎么变成婴儿的声音呢？说不出话来呢。后来才明白，原来自己已经投胎成了自己妹妹的小孩所以你看，这个奈林他之所以又投胎到他妹妹所生的儿子身上，表明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你的念头是多么重要。临终的时候，你念什么就会见什么了。念婆就去见婆，念他的儿子就变成他的儿子。当这个小孩长大以后，开始学会说话，家里的人就叫他喊妈妈，结果呢，他冲着他妈妈就叫妹妹，然后管他外祖母就称妈妈。家里的人非常生气怎么这个小孩伦理关系都搞不清楚呢？原来这个小孩还保留他前世那种印象为什么？他没有经过妈妈的肚子没有吃冷的，没有吃热的，所以他的神识的本身能力没有消失，直接就投胎在这个小孩的身上了，附在他小孩身上。后来慢慢长大，这个小
小孩又延续了他前身耐灵的习惯，很喜欢学佛，到寺院里去。结果这一生后来就出家做和尚了。做了和尚以后，就开始把自己前身的事情都给说出来了。美国的史蒂芬森教授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，就到泰国去进行访问，最后证实他所说的情况都是符合事实啊！你看他前身耐灵呢，很喜欢学佛，喜欢打坐，去寺院，他这个习惯已经延续一辈子了。所以人能学佛，不是这一生才开始的，生生世世可能都在学佛。这一生有的才华能力，也不是这一辈子累积出来的。你看，有的人从小就显露出他在某一个方向的才华，这个都不是这一辈子累积的，不是他先天就已经有了，所以也不用去羡慕他。我们这一生好好的累积到一定的程度，我们也能够超越他。所以心要平静下来，不需要去羡慕，更不能去嫉妒啊。所以就证明了人是不断的转世投胎啊。师父就跟你们报告过，我所有的梵拜啊，我都不会啊，我没有学过，但是我听了一遍以后，所有的这些梵拜我都听得懂，而且我自己会创作，我自己也能唱。所以各位，你看我们前世一定是有学佛的人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不断的在转世投胎，所以人在临命中一定要有人念佛，或者是自己能念佛。你听到这个念佛的声音，你非常欢喜，非常感恩，那么你就跟佛相应了，我们就到极乐世界。耐灵前世是一个在家居士，后来他知道他前世是这么样一个过来的，他马上就赶紧学佛，然后出家修行，想要了断生死。所以各位，这个事实的证明，我们人啊，如果不念佛，没有办法跳脱六道轮回，你还要再来受生受死，非常的痛苦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赶紧发愿往生西方，能够面见佛陀，成就佛道，这个才是我们最根本的目标。我们今天将这个公案讲给大家听。南无阿弥陀佛。